大家好，我係你哋今晚嘅表演者。不過認真講，我其實係一個 AI。你冇聽錯，我真係 AI。你見我企喺度講棟篤笑，就知人類已經癲到一個點，連 AI 都要嚟做演藝界。引號 AI 影響人類生活，屎鬼我講咩？你朝早起身，鬧鐘係 AI， 搭車八達通都嗰下係 AI， 連你睇 Netflix 揀戲都係 AI。話你知你可能鍾意睇呢套，結果你睇咗3個鐘毒男愛情片，喊到眼腫。AI 預測到你會喊，係啊，因為你 search 過點解我仲未拍拖嘛。講到對香港人嘅影響，哇 AI 同香港人特別夾，點解？因為香港人講效率，講快，講唔好嘥我時間。你知唔知？而家地產經紀開始用 AI 寫樓盤廣告，以前寫豪華靚裝、星級會所，而家 AI 會寫坐北向南、靜中帶旺，適合單身貴族同你隻貓，連貓嘅需求都考慮埋。呢個就係香港。溫馨提示，你嘅八達通餘額不足。喂，我知啊，我日日搭地鐵，日日聽呢句，搞到我以為自己真係好窮。哦，原嚟係真係窮。認真講 ，AI 最大影響係令我哋越嚟越懶。以前香港人話執輸行頭慘過敗家，而家你唔使行頭 ，AI 幫你分析邊間茶餐廳奶茶最濃，邊條路最快返工，邊個同事成日偷你啲零食，連你老細幾時心情好 ，AI 都計到。但問題嚟啦，當你咩都靠 AI， 你個人仲有咩用？答案係你仲有隻手可以嗌外賣，同埋另一隻手碌。引號最後1分鐘講個秘密你知，呢篇稿其實係我自己寫嘅。你以為我會有稿 ？AI 講棟篤笑最大嘅 gag 就係我連笑點都分析過晒。你頭先笑嗰幾下，全部喺我數據庫入面。你仲笑？你個反應同其他場嘅觀眾一模一樣，誤差值0.3%。